沒有盡時。想和實好希望自而無窮的天諷刺，沒分秒圍着那未知，是和光飛去了，目光走遍誰在那一邊花園，還能再飛多遠？我回到冬日遠望前，發現那熱情在那起點，無人知逆水海似，回望我是非那次，怎能遇見？最初仰望這裏一片樂園，祈求着只需走一次，就一次，就一次就可。
越過峭壁溫柔，如疲倦小鳥，似飛往熱的方向。原來有希望，才能夠支撐到這一秒，餘下一切不需要想。
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一年一度嘅 Eternity 容祖兒演唱會啊！你哋係咪第一次嚟啊？唔係，有冇人第8次嚟啊？今年咧係我第3年喺新濠影匯度為大家演出啦，我覺得咧係非常之期待嘅一個，對我嚟講係一個暑期嘅夏令營啊。雖然啦上年係一個即係新嘅暑假，今年咧就係4月5月啦，但係都見到好多小朋友同埋爸爸媽媽嚟喎。係爸爸媽媽逼你嚟定係你哋話要嚟㗎？係自願嘅係咪啊？那就太好啦！每一年咧，我嘅hello， 哎呀真係好開心㗎，即係咧做到我現在這個年齡啊，還有小朋友，真的小朋友來看我，不感動的事情啊！看看你有沒有小朋友？你是小朋友嗎？我想問下，要講國語定講廣東話？廣東話。講國語的稍微舉一下手，那都很少哦。那沒關係，我都講多啲廣東話。如果你聽唔明咧，就問下隔離啦。好。咁啊，其實每一年嘅 Eternity 咧，我都預備咗好多一啲新嘅 rundown 俾大家嘅，或者係咁講啦。我知道有啲好我嘅鐵粉咧，真係每一年都嚟嘅。咁我唔忍心，我哋每一年都係淨係聽嗰幾首歌。咁我又自己咧又好貪新鮮，又好怕悶，所以我每一年咧都有啲新鮮嘅rundown 擺喺呢個 rundown 裏面啦。咁希望大家咧睇嘅開心，係咪啊？今晚嘅反應就靠晒呢一邊嘅朋友啦。上面嘅朋友咧，呢邊都 OK 啊，導演話呢邊都 OK 喎。OK， 多謝大家。即係我都等咗好耐，終於等到今日係可以同大家演出啦。今次呢個 Eternity 咧嚟到我哋呢一個嘅旅程，30場嘅旅程嘅最後10場啦。即係有少少唔捨得，有少少覺得唉，終於搞掂啦。咁樣無論點都好啦，希望大家今晚我哋入場嘅所有觀眾，你哋就交你哋嘅開心俾我，你哋嘅情緒，你哋成個人交俾我。咁希望咧呢一個幾鐘咧可以好好享受。OK，送俾大家，恭喜享受。